对手国民党的台南市长参选人谢龙介野讲啦，2020年捌伫刑法灵骨塔执业的时呢，委派律师甲业者争拗，讲收内底收720万，并且公布支票甲汇款单。业者李瑞祥讲啊，这黄伟霆伫这个食饭的时，甲拍算要甲摕1000万，亲嘴甲讲，你爱别人甲斗3工，别人才会甲你斗3工，也就是讲，你爱帮助别人，别人才会甲你帮助你。结果呢，钱有好伊啊，执照却是拢无合法落来，业者真生气。伊讲伊无想要付这条钱，抑过被威胁讲会倒会走路，因为无奈只好付这条钱。今天的所有这个记者会，就是我的回应。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谢龙介，甲台南市长黄伟霆寄予伊的尊敬信函里条，伊指控黄伟霆律师甲灵骨塔业者歪钱，收钱煞无办代志。有人指控黄伟哲收钱不办事，人咧做，天咧看，偷食袂摸你喙齿。做差摸袂过乡里。谢龙介讲，事件发生伫咧2019年7月，灵骨塔业者向台南市府申请变更设置人，煞协调无成，有机关的牵线，黄伟霆和业者见2摆面。第一摆新店宴，律师陈文武向业者用顾问费的名义歪1000万，又成第2摆桃山宴，业者李瑞祥目标，黄伟霆当场向伊比出伊的手势，代表1000万。用啊，这手啊！伊讲你要安尼是有影有无？我有啦，有影。讲你哦，要先帮忙别人啊，别人才会帮忙你。讲到我到。当事人出面讲，伊伫咧10月16、11月12、11月13前后汇720万，是到12月初3，黄伟霆煞无依约核准，和业者真甘愿。我足无甘愿付钱的啦，我迫于无奈啊。真正人拢借势借端，我若无付这钱，我会走路，我会倒嘛。规事件会进入司法调查。透过谢龙介上北表这消息，毛大家闻到台南市长的选战有真高的火药味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